喺依家呢個世代咧，我睇到一個現象喎，好多人咧現實生活中咧願意盲目咁樣追求唔同層面嘅消費啦，每個月幾千蚊、幾萬蚊去買各樣各式嘅包包啊、名牌啊，網購亂買一通，就只為一剎那嘅多巴胺、短暫而虛無嘅快樂。但係當要投資一筆錢去改變自己嘅思維，去強大自己內在嗰種無形嘅嘢，好多人會立刻卻步，因為佢哋覺得內在思維呢啲嘢係睇唔到、摸唔到，冇必要去花錢。而各類型想要嘅消費咧，已經變成咗必需品。但又有幾多人知道，真正因為你內在唔夠強大，唔敢正視內在嘅核心，先會逼到唔可以唔花更加多嘅錢去買更多嘅外物，去掩飾一個表面好滿意，但係內裏咧脆弱不堪嘅偽裝世界。你以為你慳咗呢啲學費，你其實係用緊接下嚟嘅5年、10年，甚至乎30年嘅命運，同潛意識玩咗一場隨時會徹底崩潰、完結自己生命嘅俄羅斯輪盤。其實由細到大，我哋就算讀書去到大學都好，學嘅都係一啲課本嘅知識，教你點樣應付外在嘅世界。結果去到中年，好多人就會出現一種好強烈嘅迷失同危機感。點解？就係因為自從離開校園之後，我哋冇真正去學習過。更可悲嘅係，我哋由細到大學習嘅都係一啲外在嘅求生技能，而內在世界呢？坊間好似覺得內在只係需要靠自己修行，靠年紀大就可以領悟到。好運嘅係，依家網絡世界發達咗，資訊多咗，大家確實係更加容易喺網上揾到好多方法去提升自己。但係同樣地，呢啲亦都係隱藏住一個好大嘅危機，就係好多人咧好容易唔小心跌落一啲報咗好多實質上根本幫唔到自己嘅雞精課程。呢啲碎片化、治標不治本嘅雞精班，除咗幫你當下舒緩咗焦慮之外，根本動搖唔到你從小到大潛意識嘅身份系統。而我設計呢個遊戲系統係擺脫咗好多人覺得自學搞得掂，改變從來唔係一件容易嘅事。自學仲要靠極度自律、強大嘅組織規劃能力。呢啲就係點解小朋友去學習都需要一個固定嘅課程，一個系統化嘅教育。因為持之以恆、一步一步嘅系統學習，先至係確保成效最大嘅關鍵。面對我哋潛意識細細個嘅價值、身份設定，要徹底重寫，從來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佢需要一套系統、負責任嘅教育內容。好似火車嘅關卡咁樣環環緊扣，任何一個關卡斷咗，呢個命運火車就會即刻出軌。正因為係咁樣，我設計呢個遊戲系統絕對唔係我自己過去咁多年嚟面對一層一層剝自己層皮、無數次痛苦嘅輪迴，無奈但又唔甘心，面對最真實、最懦弱嘅自己嘅經驗。喺呢套系統嘅背後，我更加深入研究咗無數關於一啲潛意識、心理學、一啲權威嘅書籍內容啦，拆解咗入邊底層嘅運作邏輯，當中放入咗幾千年歷史嘅哲學，再結合一啲科學嘅數據。最重要係呢套系統融入咗我10幾年嚟遇到嘅人啦、諮詢個案、真實轉化嘅數據回看。正因為係呢啲實實在在但係極度殘忍嘅真實個案做支撐，我先可以大膽同大家講一句：呢個系統係經過實戰嘅驗證，真正持續有效。呢個亦都係我開呢個 channel 創造身份意識遊戲系統最有意思嘅生命價值。我明白金錢係一種工具，同樣亦都係一個能量。當你願意面對大半世冇勇氣做一個最坦誠、最唔需要偽裝嘅自己，等價交換就會開始產生作用，亦都係身份逆轉嘅轉捩點。但相信每一個人嘅人生一定有高低嘅時候。大部分嘅人都會諗過想改變自己，但每次都有唔同嘅藉口。可能你呢排會講：唉，我呢排運氣唔好啦。人大啲就會諗通噶啦。好多人成日覺得我生活或者心態出現咗大問題，或者病先要去睇醫生，到時先算啦，到時再揾辦法。但係你有冇諗過，之所以現代社會有咁多悲劇發生，可能正正就係因為呢一種有病先去醫嘅思維。好多人往往等到生活去到一個無可挽救、徹底崩潰嘅地步，先會諗辦法改變自己。相信大家都有呢方面嘅經驗。
但係當遇到問題嘅時候，你內在嘅認知，你大腦破爛嘅底層意識，根本已經唔足以幫你解決眼前龐大嘅現實問題。好多時表面我哋想要嘅嘢，其實未必係我內心真正想要嘅價值。如果你一直都揾唔到，你就會盲目活喺一個被潛意識身份操控你嘅世界。大腦意識其實好自私，亦都好蠢。佢嘅自私係為咗保護你，唔想你改變。但佢嘅蠢就係只要你有一套有效嘅方法系統，佢其實好容易改變。而我設計呢個遊戲嘅程式呢，個價值就在於可以幫到你終止多年睇唔到嘅困擾不休嘅關係、金錢或者重複發生差唔多嘅問題，重塑一個新身份。如果你都唔想再靠自己用多幾十年時間亂咁去摸索，今日開始，我邀請你對你自己嘅人生、對自己嘅內在都保持一種觀察同埋好奇。其實真係唔需要等到崩潰先去救火，而喺日常中主動奪回自己人生嘅掌控能力。如果你都唔想再扮嘢，等你內在世界崩潰，想真正開啟大腦身份意識重塑，點擊我個 profile 嘅連結，填寫身份覺察預先整理表，我哋可以一對一堂堂正正用我哋嘅能量換你人間嘅清醒。我哋下期見，繼續借腦升級。